粵曲作品演唱會現在開始，有請大勇師莫志剛先生。各位來賓、各位觀眾、各位澳門嘅朋友，晚上好！歡迎大家嘅光臨。由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主辦，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廣場結辦嘅嚴官發粵曲作品演唱會，今晚特別喺澳門舉行。咁今晚演唱會係為咗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5週年而舉行嘅，所以有特別嘅意義嘅。咁喺呢個演唱會節目開始之前呢，我哋想舉行一項簡單而隆重嘅剪彩儀式。咁我哋會有請7位嘅主禮嘉賓嚟到台前為我哋剪彩嘅。我哋恭請香港八和會館理事會主席龍冠天先生。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成員歐榮志先生，中國曲藝誌澳門卷主編沈炳和先生，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會長施以蓮女士，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理事長霍麗絲女士，澳門文化廣場董事總經理陳宇潤先生，香港新青工藝社社長、著名撰曲家嚴官發老師。請禮儀小姐準備下啦，唔該。首先準備個彩帶先啦，請禮儀小姐。跟住請貼紙。我數3聲就大家一齊話，1、2、3。好，禮成。咁請各位主禮嘉賓就座，繼續欣賞今晚嘅節目。請沈炳和先生留步，為我哋講幾句説話好唔好啊？沈生，好。喂。各位澳門嘅觀眾，今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曲藝會。雖然呢個現在有啲觀眾咧就仲可能喺途中，因為呢個時間會最塞車嘅，咁可能係遲咗少少。咁咧就呢個唔緊要啊！今晚咧呢個咁豐厚嘅內容咧，一定能夠帶俾大家一個好愉快嘅回憶。咁老實講咧就嚴官發先生咧就佢嘅大名咧就曲藝界係人哋知道㗎啦。咁但係陳宇潤先生叫我去講佢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好合適，因為咧我同嚴生就其實就唔係好熟，係舊年陳宇潤先生介紹我認識佢，咁所以就其實就冇乜資格喺度講。咁但係咧。回想一下咧，其實我同嚴官發先生亦都係好熟。我記得咧，大約喺13歲咁上下時候咧，我喺澳門咧就嗰陣時做莊兒嘅，咁睇呢個香港文匯報，咁咧就當時嚟講就見到有一個我哋所謂左派學校嘅學生咧。就攞咗呢個香港校際音樂節嘅2股冠軍。咁呢個人嘅大名咧，居然好大個字咧，登喺文匯報嗰度。佢就係嚴官發先生。咁從此咧，我就
認識咗有呢個玄觀法已有咁奇特嘅，因為當時都係一啲所謂西樂啊或者西方嘅嘢咧，就啲人咧就比較容易俾人提起。中樂就好少啦。咁更加奇怪嘅就係喺第二年、第三年都係玄觀法先生咧攞到學界二本獨奏冠軍。咁你話呢個咁嘅咁深刻嘅印象咧，咁啊令我真係咁多年我都會記得。而咁好彩咧，我舊年先知道咧，我同阿玄觀法先生都係屬豬嘅，咁所以咧就從某個角度嚟講都係對佢好熟悉。咁但係自從喺舊年認識咗阿玄觀法先生之後咧，我咧就同呢個中山大學粵劇粵曲文化工作室嘅同事嘅啲朋友咧，佢一齊咧追蹤訪問咗阿玄觀法先生，裏邊咧包括係香港城市大學嘅程美古教授啦，同埋香港科技大學焦慮博士啦，同埋廣州呢個紅豆雜誌嘅編輯黃勁山啦，以及呢個工作室嘅關錦華博士啦，同埋一位姓黎嘅小姐，咁我哋一齊咧就成仲有咧今晚第一支曲嘅頭教梁文通老師，梁文通老師咧就係呢個紅線女嘅晚年嘅師火頭教，咁咧就都係一齊咧訪問咗阿玄觀法先生，大概有20幾個鐘頭，咁當然分5次咁多㗎啦。咁我哋而家做咗一個大約係10幾萬字嘅錄音稿，我哋知道準備呢個可唔可以喺今年內咧喺有關單位嘅協助底下，能夠出咗本咧有關玄觀法先生嘅傳記。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正在努力當中。咁但係佢嘅撮要嘅稿咧已經喺廣東嘅省級藝術雜誌《廣東藝術》嗰度咧發表咗大約6000字嘅撮要稿。咁呢個咧就確實係點解我哋要咁做咧？就因為我哋覺得阿玄觀法先生嚟講咧係不可多得嘅奇才。咁佢嘅因為時間唔多，所以我只能夠簡單根據我哋嘅了解對佢嘅工作嚟講咧係有3點嘅一個提示俾大家俾大家參考。第一個咧就話阿玄觀法先生有一個好突出嘅特點，就係話佢喺呢個大家最所知嘅就係呢個大斷橋啦，係嘛？咁大斷橋嚟講咧，佢咧就係80年代，佢係第一次咧將呢個交響性嘅呢個音樂特點咧結合到大斷橋當中去。咁咧就係做咗好多新嘅嘗試，同埋咧將呢個文樂引進咗呢個樂曲當中。咁例如第一句咧呢個金山敗陣死了出生天，呢句手板嚟講咧，佢係其實佢嘅尾字嚟講咧，一般嚟講咧就係仄聲嘅。咁當時咧就嘅填詞人咧就將佢寫成平聲。咁咧就本來咧就係某種情況係破格嘅，亦都唔係絕對唔啱。有呢個因為有啲弦樂理論書佢講咧，呢個字咧係可以活動嘅。咁但係玄觀法先生咧就從呢個字開始咧，就引發咗佢嘅一個好奇妙嘅思考，就索性咧根據呢個人物同埋思想內容嚟講咧，作出咗好大膽嘅嘗試，係改變咗呢個整個歌曲嘅呢個態勢，而且咧就引出咗呢個人物。咁所以呢個嚟講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咁從呢個開始咧，佢就出現咗下邊咧，佢自己都認為係如此嘅3個好重要嘅一個革新。咁第一個咧，佢認為咧呢個粵曲嚟講咧，佢認為咧，如果單係靠呢個以前嘅譬如話薛腔蝦腔等等嚟講咧，去引導新嘅觀眾入場已經唔夠，所以咧佢提出嚟講咧，
佢提出嚟講咧係需要咧呢個係引入新嘅音樂，尤其是民樂嚟講嘅結合，我哋粵劇曲原有嘅特色咧，咁亦都可以吸引到觀眾。咁呢個嚟講咧，確實係非常突出嘅啊。咁第二個嚟講咧，佢提出嚟講咧就係呢個係需要咧係將呢個主題音樂咧係呢個喺樂壇中嘅主導地位咧，即係話以音樂為中心，而唔係再係以唱腔或者係呢個其他嘢為中心，而係音樂為中心嚟講，引導呢個整個樂曲嘅前進，整個劇嘅前進。咁呢個嚟講咧，亦都係佢由8年開始咧，一直好多首曲都係咁去做嘅。例如大家熟知嘅《家世不怕》等等都係咁嘅。咁所以呢個嚟講咧，亦都係佢嘅一個非常突出嘅成績。咁呢個嚟講咧就話，從呢個開始嚟講咧，佢之後寫嘅曲嚟講咧，佢確實都係循住咁嘅方針去做。咁所以呢個係我哋覺得咧就一個如果話喺呢個工作當中嚟講，做出咗好多前人未有嘅成績。咁跟住咧，佢仲有係點樣寫粵曲嗰度咧，佢總結咗一個好多方法。咁呢個咧就係呢條冇時間再詳細講。咁但係總體嚟講咧，我覺得嚴官發先生嚟講咧，喺嘗試將呢個粵劇粵曲，尤其是粵曲嚟講咧，如何能夠使到同當時嘅呢個觀眾嘅審美要求同埋呢個趨向能夠結合，佢做咗一個好有益嘅嘗試。咁呢個有益嘅嘗試咧並冇過時，到今時今日仍然可以值得傳承當中嘅呢個工作人以及呢個所有觀眾值得去深思考呢件事嘅。咁呢個咧，我哋再一次多謝嚴官發先生。OK， 多謝。多謝沈生深入淺出介紹咗嚴官發老師作品嘅其中一部分嘅特點啊。